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台湾有许多12到17岁的青少年都接种 BNT 疫苗。经过专家会议建议，如果接种第一剂没有出现不良反应，建议施打第二剂。不过在校园陆续施打之后，奇美医学中心也提醒，如果出现胸痛、心悸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依据各国监测数据，在接种 BNT 疫苗后，会出现极罕见的心肌炎与心包膜炎的病例，而且这些病例主要发生在接种后14天内，甚至有极少数个案会发生在接种后的2到4周。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医师提醒，如果出现胸痛、胸口压迫、心悸或运动耐受不良，都应该尽快就医，找出病因。打完这些 BNT 后，有一些这种症状，包括胸痛啊、胸闷或者是心悸、心律不整这些症状的话，就是还是建议到这个门诊来做一些评估这样子。那如果是比较有急性的问题，包括突然觉得胸口剧烈疼痛或者是呼吸喘，那头晕甚至昏厥，那就是要到急诊做一个详细的评估。通常疫苗的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落在2周内，那极少数的案例是在2周到4周内会有一些副作用产生这样子。第一剂少数会有，那第二剂的这些会相对多一点，所以第二剂其实是要更密切观察这样子。奇美医学中心儿科医师陈俊宇表示，在最近校园陆续施打第二剂新冠肺炎疫苗，确实儿科青少年门诊量大约增加2成。不过因为副作用大部分都是轻微与良性，不过也有3例通报不良。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帮我压着哦。农历年节即将到来，由创世基金会举办的韩式吃饱30活动，今年依旧采取送礼到家的方式，将一份年礼以及应急的红包亲自送到弱势者的手上。港星杜文泽热心公益，陪同创世基金会到个案的家中送上好礼，并且以自身的经历话家常，舒缓家属的心情。比如说朋友你有事他们一般都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坚强一点讲得很简单，其实要做没那么容易，也是 OK 啦。港星杜文泽亲切地与许妈妈闲话家常。许妈妈平时照顾2个行动不便的孩子，坚强毅力感动杜文泽。港星杜文泽来台定居后，秉持着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态度，担任创世高雄分会义工，与道仔团队一同关怀个案许先生。因为我也试过有寒病那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跟你说要坚强一点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坚强呢，就当然这个需要，但是他可能坚强的时间呢，很难做到长期的坚强，反而放松是更重要因为面对人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健康的问题许妈妈每天亲自帮2个孩子洗澡、换药、换尿布、喂食、按摩、拍背，带他们复健、针灸，长期的大量劳力照顾，让许妈妈的身体及精神也出现状况。但是只要创世道仔团队过来关怀，陪她聊聊天，就能让她乐观的继续走下去。其实照顾上的压力都很大，然后其实都很需要，就是一些社福团体来支持不论是精神上的或是那个物质上的因为尤其是那个精神上的层面真的很需要，因为我们找不到人可以讲话，然后抒压，然后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让我开心的一笑，因为他们都会搞我脑花笑，然后让我的心情得到抒压创世基金会每年年中举办韩式吃饱30活动。这2年因为疫情关系，由户外改成送礼到家方式，将1年份的年礼及应急红包亲送至弱势者手上。港星杜文泽和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院长也将这份关怀送到许妈妈手上。韩式吃饱30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32届了。那每一年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农历年前、岁末年终的时候，能够关怀我们的植物人家庭，还有韩式皆有独居老人那这时候我们会送一份年礼，还有一个500块的红包。那今年全台要发送的是12300份的这个年礼，那希望能够把
社会的关怀送到每一个弱势的家庭里面去。随后，杜文哲也陪同个案至每天会去的公园散步，并分享自身禅修舒压的方法，让许妈妈在照顾之余也能适时的放松，调整身心。创世基金会表示，今年韩式吃饱30募款只达40%，急需善心人士响应，一起帮助弱势家庭。记者潘之光高雄报道。高雄有丰富的农产品，都可以成为餐桌上的好食材。高雄市农业局将举办一场食材的寻宝活动，邀请小朋友化身寻宝队员，体验农作，再将这些食材转变为创意料理，借以认识高雄在地食材，并且学会珍惜食物。香喷喷的饭菜和诱人的食物，这些都是农民在田里辛苦劳动得来的珍贵食材。有小朋友化身的寻宝队员，将深入乡村田间，亲手体验这些农事，体会做农的辛苦。透过3天的冬令营，然后高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季节特色，同时我们也让孩子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让整个的高雄的农村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间实验室，让孩子又是进行实验，同时间到处的寻宝。采摘完这些食材之后，绿色友善餐厅的主厨还将教小朋友和家人一起将这些食材变身成美味的创意料理，更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必须用心品尝每样食材。或者我们让孩子自己体现摘萝卜，同时间将剩余的萝卜叶做成非常有特色的客家料理雪里红。好，所以也是让餐厅主厨带着孩子认识食材，自己收获这个那个所谓的食材，最后们做成一些非常新鲜的在地的餐点。连续3天的食材寻宝队运用寻宝图的概念收集食材，认识每个产地的特殊农产，将小朋友在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在营队中实际印证，是最好的食农教育。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方式，孩子以后长大之后，他会珍惜食物，同时也会选择非常好的食材，这也是一种所谓的食材教育。我们也能够透过孩子以后的一些绿色消费，能够让我们农民的收益获得更稳定，让台湾农业一直往前进。平常大家都是吃料理好的食物，营队中透过亲手料理，可以看见最真实的食材原貌，也能够品尝到最原始的食物味道，体会有付出才有收获的道理。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捷运季集馆站里面隐藏着一个超可爱的偶剧团，每次演出的时候总是受到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布偶造型相当可爱，剧团的演出脚本也都是自行创作，透过演出向孩童们传递正向的人生观。有镜头哎，阿母啊！我就电视啊啦！在捷运季集馆里面，这支偶剧团表演起来超级可爱。团长说，当初会落脚在捷运站里做排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当初我们在剧团成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据点。然后呢，我们在外头找了很多的地方。那有一天，就是有一个民间的友人呢推荐的说，原来在捷运站的站体里面，它那个商店是可以出租的。就是捷运站的承办窗口呢，他很热心的就想到剧团哦，他可能就需要一个比较宽阔或者是比较高的场地。那在这个捷运站这个中和红橘的2线当中，就唯一只有一个站体，就是季集馆站的这个站体，它的屋顶是非常高的哈，所以他就引进到这个地方来。偶剧团的布偶五花八门，拥有各种可爱的造型。团长说，带着这些布偶到全台湾各地表演，小朋友都超级喜欢。或许我们对于演戏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个很自己的想法。我们想把生命教育里面的这些意涵、家庭教育、人格培养，或者是所谓的很多的人生观念，我们透过戏剧，我们的偶是自己做的，我们故事自己原创，而且在我们偶的设计上面，其实如果看过我们的戏的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偶能够张嘴。我们希望孩子在看戏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的就是偶在跟他说话。那这样一个所谓的对焦啊，或者是他们的互动啊，会更明确一点。许多的艺文团体都在这波疫情当下停摆了，大家都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让小朋友可以看到最新最逗趣的演出。西雅台鞠躬。
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我们是透过现场演出，邀请父母亲陪着孩子一起来，而且这是一个规定，就是看我们的戏一定要亲子陪同。那我想这个疫情的确是对我们艺文产业是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不管方式怎么变，那不会变的就是我们仍然会持续的去推广生命教育这件事情。疫情过后，表演开放之时，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捷运纪疾馆站里的这个蛋形广场，一起欣赏偶剧团最精彩的表演哦。记者叶一珍高雄报道。高雄市立图书馆的鼓山分馆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获得了融合玩具的游戏认证标章，透过多元玩具结合阅读，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新设的儿童玩具主题馆更是成了大人小孩都爱玩的游戏空间。再拉高的话，在去年获得游戏认证标章的高视图鼓山分馆，采购了超过100件的融合玩具，拥有多样属性，不止小孩与银发族可以玩，更照顾到视障、听障等6大族群，让民众透过玩具的融合教育，加强对不同族群的互动与学习。那我们在去年获得那个游戏协会的一个共融玩具的认证，那么我希望这个3代同堂的一个空间，可以让孩子在融合的状况之下互动，然后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是。长辈们来到这里，纷纷玩起桌游，和小朋友一起动动手、动动脑。鼓山分馆在玩具旁更结合了书柜，让阅读融合游戏，利用感官刺激提升学习兴趣，营造出共玩共学的友善环境。那我们本来5、6日鼓山就有办说故事的活动，透过我们的故事达人，那置入这些上百件的玩具，然后也透过阅读的部分来共融，然后让孩子跟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一起来共学同乐，然后一起成长。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祖孙一起来共学同乐，也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良善的互动。开放式的空间让长辈与孩子互动零距离，透过玩具串联起亲子互动，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家长也表示很开心。一进来，其实他这个区域就吸引到我，我就带小朋友过来看，说，功能玩具，蛮特别的。那功能玩具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一些乐龄的长辈们，然后跟小朋友可以一起互动、一起玩。那这些玩具其实不只是孩子需要而已，其实长辈们他们也会需要。那玩具就变成一个媒介，可以让长辈跟小孩互动。鼓山图书馆打造融合游戏据点，利用玩具结合阅读，透过多重感官刺激，提升学习乐趣。融合玩具的帮助，更是让不同族群的大小朋友能够跨越界限，一起同乐。融合玩具赞！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台南的长荣女中一直以来秉持着性别平等的校风，并在打破传统招收男生之后，家政相关的课程反而成为学校的特色之一。透过老师的指导，男同学也一样可以很细心的将手作卫生棉完成。来到台南的长荣女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打破传统观念，以讲求性别平等的前卫校风。在创校初期就秉持着解放女权。学校也因为全世界仍有不少的女孩有月经贫穷的问题，所以学校特别开设手工制作部的卫生棉，来让学生动手一起做公益。我们是女校，然后其实谈生理用品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更开放。那其实那也让女生可以接纳自己的身体。不然以前如果拿卫生棉都要藏在口袋里面，那我们透过这个发起这个活动，就是让女生她们在亲自缝卫生棉的时候，去认识到说经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接洽到一个机构，是他有在做非洲妇女捐赠卫生棉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把这2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是一方面对学生来说是，我透过生理用品去认识、去接纳我的身体，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有回馈的事情。那我们也鼓励女学生她们可以对
卫生用品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很多女生她们使用塑胶卫生棉是会过敏的，但是布卫生棉可以带给她们比较对身体有舒适的感觉。从课堂中也可以感受到，缝纫已经不再是以往只适合女生的工作。男同学们一样可以把这项手工艺做得很细致精美。因为班上的人都有参加自己也想尽一份心力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女生，然后觉得女生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月经也很辛苦，所以因为还要花钱去买卫生棉，所以做这个感觉比较不用花到钱，可以帮助家里的经济。校方开设这样的课程，让学生们能够理解，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让孩子们可以从小的发展更健康完整。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2022新的一年，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的艺文展览区邀请到郑新卯师生来共同展览油画。除了要让民众欣赏多元的创作主题之外，也要借此鼓励长辈透过画作来延缓老化。过去曾经加入悠游等画会，不过现在从幼儿到高龄都开班授课的郑新卯老师，专长素描、水彩和油画。这5-6年来，带领学生在永康社教馆、南台别院等都筹办师生联展。透过展览，除了鼓励创作不断进步，也是一种作品和经验的交流。2022新的一年，他们应南区国税局邀请来办展览，5号正式开幕。请揭幕。目前拥有13位学生的郑新卯，以一群退休老师和社会人士居多，其中还有高龄90岁的学生，令他相当感佩。希望借着画作让长辈走出户外，用创作来延缓老化。有走出你的户外之后，你会跟我们一群人所在一起。那在绘画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就会慢慢的让你的思绪有所转变。因为你会想你要怎么去构成你的图画，你会想你要怎么去进行你的每一笔每一个线条，这样子下来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脑子都有在动嘛，对不对？有在动的话，他们就会慢慢的不再那么的快速老化。所以我蛮鼓励说，不管你是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走出来。这次展览的创作都和作者生活密切相关，也是他们自己所喜爱的主题，所以画起来特别起劲。对学员来说，他们从完全没有经验到可以有舞台办展览，以画会友相当有成就感。因为都不懂所以进去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说你要照自己的意思，把你生活中比较有趣的或是你想的比较好的就把它画出来。结果对大家都画得很高兴所以现在很多那个退休的老师或是那个乐龄的同学都有参加这个我们绘画班。我是感觉很好，回家可以把我们去玩的到哪里好玩的地方也把它画出来。该展览有将近50幅油画，欢迎民众自1月5号开始，一直到3月25号来到南区国税局9楼艺文展览区欣赏。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无人机的潮流起飞之后，从自用娱乐扩大到产业运用，政府为了有效管制使用安全，考证照也成为必要条件。对此，远东科技大学向民航局申请通过无人机考场，除了方便给学生和台南民众来考照，也增加学生就业的竞争力。远东科大飞机修护系近年来在课程中推动无人机课程及相关研究，加上产业应用越来越多元，如果可以就近在学校考照，也会增加学生就业竞争力。所以该校向民航局申请通过无人机考场，希望持续来发展应用。那根据我了解，目前是我们台南市唯一的无人机证照考场。那我们也很希望借由这个考场的设立，可以来培育
更多无人机方面的人才，希望也能够让无人机的产业能够在台湾更加的蓬勃发展。启用当天马上举行第一次术科考照，并邀请台南市优质农业推广协会来介绍无人机多用途，对未来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导入无人机之后，对于农业的一个运用，可以节省我们对从农的这种劳力活的这种观念的改观。那像陈主委所讲的，要改变农业的样态，让农业成了一个梦想的应许之地，让农业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选择。过去南台湾只有高雄、嘉义，现在远东科大也是台南市唯一无人机的考场，也让台南考生省去奔波，备受好评。想要转业就是以前传统是陆喷嘛，现在空喷的话就是有优势，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未来想要从事空中带喷的工作。产官学共同推动无人机多元运用，其中培育农业喷药的技术人才。该校已经有12位同学完成训练，等候通过学科和术科考试，就可以马上就业，提升竞争力。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科技日益发达，人工智慧的应用越来越容易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知名日式火锅连锁店现在就推出机器人送餐的服务，也因为机器人的造型可爱，加上新奇的消费体验，最近造成不少话题。冬天气候寒冷，许多人喜欢在这个时候相约吃火锅，温暖心与胃。更有不少人选择来到吃到饱的火锅店，因为各式肉品都有，青菜也是爱吃什么就夹什么。选择很多元，受到许多爱吃美食的消费者欢迎。我们家主打的是当季新鲜的食材，有25种的蔬菜。那我们家是没有任何加工的食品，它是属于纯天然的涮涮锅吃到饱的餐厅。那现在目前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蛮多客人都在里面享用，都表现出非常满意、非常幸福洋溢的表情。这是我觉得我们店经营最成功的地方。消费者选择来到涮奶业，除了是汤头、肉品、青菜可以假烫害，现在又多了一个原因，就是这台造型可爱又聪明的机器人，不但会自己送餐到消费者桌旁，如果遇到障碍物，还会自己想办法绕路。一推出就造成不少的话题。您好，小叶叶正在送餐，请借我过。这个机器人是好像最近这1-2个月才出来的，然后涮奶业是我第一间遇到这样的机器，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因为它送过来的时候，就我们可以自己拿取，然后拿取完再做完成，而且那个机器人的外形也蛮可爱的，就是一只猫的外形，所以我觉得这样很棒。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餐厅有这种机器人送餐服务，就是觉得很新颖、很酷，而且它刚才按完成之后出现那个猫猫脸超可爱的。我们全省的店铺导入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部分，除了它是新鲜、新奇、吸睛以外，其实对于我们这样子属于家庭式的聚餐的环境来讲的话，其实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其实他可以很安心的在餐桌上用餐，因为我们家的小叶叶会吸引住小朋友的目光，让他非常能够专心的在餐桌上用餐。好吃的火锅，新奇的送餐服务，现在就等消费者自己来体验。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莲池潭是高雄非常著名的风景区，除了地标龙虎塔，周遭还有许多古迹以及美食值得让人探访。有一家特色咖啡厅就开在龙虎塔的对面，除了甜点好吃，多样的咖啡风味更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一起带各位来品尝。莲池潭是许多外地游客经常造访的景点，漫步其中就能欣赏当地的历史风光。走累了，还可以来到这一家位在莲池潭湖畔旁的咖啡厅。静静地喝着咖啡，用最优雅的视角品味潭面风光好景色。其实我觉得这边还蛮漂亮的啦，只是说附近店家走一走，好像没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对，所以我就选择说，那就刚好也看到喜欢的地方。那我会选择这边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咖啡的关系。咖啡的关系，因为我走的是专精咖啡。然后我也觉得这里风景好，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子，就算没有人看着对面啊在玩水，其实也蛮舒服的，对啊，
所以我就选择在这里。然后再来就是这间老房子也是符合我原本所想要的样子。在店里，老板还有一样创意咖啡，叫做气泡咖啡，看起来似乎不搭配，但其实喝起来的口感却是非常的特别。另外，这里的甜点都是老板自己用咖啡豆研发出来的，浓郁的咖啡香让人迫不及待想品尝。主要的汽水我是用调酒用的通灵水，再加上结合我自己烘的综合豆。那因为我的焙度没有很深，所以它会带一点果香，所以整体搭配起来的话是属于清爽型的。所以你喝起来的话，比较不会像拿铁啊奶类，你会觉得很口渴，喝的时候又嘴巴黏黏的，它是比较属于清爽的。所以不管是夏天冬天都还蛮适合的。我希望用咖啡去结合，研发出更多的甜点，所以比较推荐的话就是像是提拉米苏啊、咖啡冻，这些都是我店里的咖啡，然后再研发出来的。那餐点部分，因为我之前本身是体育系，所以我都很喜欢吃一些比较圆形的食物，对，所以就会有别于以往在外面找午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炸物类的，所以我这边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那有些客人就会蛮喜欢，如果他平常有在养生的或是在运动的，他就会比较喜欢。远离城市喧嚣，来到莲池潭，别忘了走进这一家咖啡厅，让老板用咖啡以及咖啡创意甜点来征服你的味蕾。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